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0年3月6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加盟，聊一聊投资啊。因为这个话题咱们以前经常聊。今天为什么接着聊呢？是因为三联生活周刊它最近刊登了一篇报道，一个文章叫投资几十万血亏，中年人扎堆搞钱梦，何以成为劝退顶流？说的是什么事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加盟尤其在当下这个经济低迷，工作难找，大家容易失业，失业了之后就找不到工作，那怎么办呢？很多人就自然而然的、不约而同的，也可能就会想到加盟，就掉入加盟这个坑里面。在被裁员失业之后第二次遭受暴击，彻底一贫如洗。这样的故事咱们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经常说。那么三联生活周刊它还有个详细的报道，所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文章中的主人公又有什么样不同的故事。说近年来加盟成为不少人兼职创业增加收入的选择，相较于其他加盟品类，餐饮因其入门门槛低、上手快的属性，成为许多创业者的首选。然而它看似简单易操作，其实依赖选址、品类热度等多个因素，背后更藏着诸多行业套路。而我们找到了2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创业者，他们均在加盟项目中遭受挫折。这个报道主要是围绕这2个人我们来看一看。这个第一个人呢，是在湖北武汉街头烤鸭店加盟，他又是怎样的一个血泪故事血泪教训。文章说他说我工作已经10年了，一直从事芯片行业的销售。你看看，看上去还高大上，对吧？还是有一定知识的芯片行业销售说时间相对充裕自由，所以总想利用空闲时间做点小生意。2024年初，我一个兄弟失业了，四处寻找合适的创业项目，能混个温饱，每月挣个万把块，不受束缚就行。你看看，太天真了，有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错了，思想根源上就错了，对吧？后面做啥，踩什么坑，上什么当都很正常。说他什么品类都考察过，发现当时武汉兴起烤鸭店，很多大学的小吃街上每家店都天天排队。这种脆皮烤鸭现烤现片，半只或者1只一卖，出锅后加上调料，立刻就能打包带走，不仅方便快捷，这些店还全是独家经营，一条街只有一家，有区域保护。于是他自己出了不到20万，在周边小城市开了一家，最初的2个月每天营收有4、5千，那看上去还不错的吧？看着兄弟的店铺生意红火，我也动了心，恰好当时时间允许，于是打算跟他合伙，在武汉开一家新的烤鸭店。为了摸清行情，我和他一起跑遍了武汉几十所学校的小吃街，走访了数十家烤鸭店，向店主了解经营状况，比如每天能卖多少只，盈利如何，成本多少，人流量怎么样。跑完以后，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行的生意，还做了前期很细密的调查。在调研过程中，我们把重点放在选址上，核心就是跟着生意最好的烤鸭店学，毕竟人流量、客群定位都得靠位置来撑。当时我们俩已考察过10几20家店，重点参照其中生意最好的几家，那些店都选在学校小吃街，客群主要是年轻人，人流量有保障。我们也照着这个思路，优先找大学小吃街的店铺，同时看好合适的店面面积，确保能贴合好店的标准。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，现实不尽如人意。但是我们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。后来我兄弟直接找到了原来第一家店的品牌方，拨打了联系电话。当时他们烤鸭店普遍做得不错，人气很旺，品牌方的态度也格外强势，要求必须先签加盟合同，支付一笔押金，才提供选址服务。即便最后没选到合适位置，押金不退也不还，就帮你选址，你得交加盟押金。我们当时急于找到靠谱的项目，又认定了这个烤鸭品牌，只好按要求交了定金。交完定金后，品牌方介绍了负责选址的市场人员小刘过来，有了专业人士的帮助，我们心里踏实不少，想着店面终于有着落了。
你看看，连找店面都有人帮他，这个老板当的多轻松啊！你只要投20万就行了。小刘的确很卖力，带我们看了近10家店面，这些店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入局太晚，小吃街只剩下边边角角的位置，人烟稀少，也不起眼，达不到我们的预期，而且这些店面租金还高得离谱，一个月要价2-3万，甚至3-4万。从之前调研的经验来看，这些位置性价比并不高。小刘却说这些位置好，有潜力。说当我们做的只是一家小吃店，一次性投入这么多，很不划算。就在我们找不到好位置的时候，小刘说他是品牌方的股东，手里还有一家店，刚好最近想转出去，这家店位置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，租金1万5一个月。按当时小刘说法，一天卖100多只鸭子，营收能达到4-5千，而且还是直营店，由品牌方直接运营，全程保障，不会倒闭。你看看啊，套路，这就是套路啊！前面带你看店选址都是故意，对吧？让你看着也不满意的，这叫疲劳战术啊，对吧？一方面你的预期很高，你想干事业，这个心急火燎，而且啊，这个心急火燎程度是越来越高涨。但是现实呢，是找了10几家店铺都不满意，这个时候人家的底牌才翻开，原来是向你兜售的吧？一家店让你接手这家店，你说这样的话，这些所谓的想着赚钱的这些人，他能不入局吗？能不上当受骗吗？你看这个主人公说啊，我们当时一心想着走捷径，觉得能接手一家位置好、生意好的店太不容易，很快就动了念头。你看看，对吧？这前期都是铺垫呢，都是各种心理建设。见我们松了口，小刘顺势叮嘱我们，接手店铺这件事，千万不要告诉品牌方，避免因私自转让失去直营店的资质。他还保证，我们接手后，通过他进物料折扣更多，每个月至少能省1000多。你看看。这个缅北的电诈还有啥区别呢？一个套路啊！过了2周，我们决定接手，凑了近30万，自己拟写并签订了转让合同。30万里，除了加盟费和设备费用，还包括12万的转让费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凭运气赚来的钱啊！凭本事要把它赔干净。这就是本事啊！我们算了盈亏情况，预计半年能回本。现在工作这么难找，生意这么难做，如果一个店这么赚钱，人家凭什么要转让给你呢？对吧？这就你要反向思考啊！那你想一个月赚1万，轻轻松松当老板，那人家就不想是吗？这叫缺心眼儿。小刘留了个厨房师傅给我们，我招了个员工，每月5000元工资，让他跟着师傅一起做烤鸭。期间品牌方来问加盟情况，我们都是按照小刘叮嘱的回答。接手店面后啊，第一个月生意的确不错，虽然不如其他店火爆，一天也能营收3000多，但热潮持续没多久，冷静下来后，一天最多挣1000元。我们又跑去跟其他地方的店主交流，才发现大家的情况如出一辙。位置不错的店刚开业生意都很好，过了3个月就再也没有明显的排队场面。你说什么玩意人一吃不腻味呢？对吧？这种东西来得快去得快，一阵风啊！幸好兄弟之前走过正规加盟渠道，他告诉我，加盟以后啊，品牌方对新店有扶持套路，开业前3天会安排团队过来搞买鸭子送饮料的活动，让店家按照清单买饮料，准备音乐，团队会扮演顾客排队，营造火爆假象，吸引路人跟风。等品牌方的顾客撤场后，就是这个假装的顾客啊，加盟商们接着会用上一个不成文的做法，通过控制出鸭节奏来制造等待，一锅最多可以下10只鸭，但如果门口有10个人，店家就只会下5-6只，让一波人拿不到继续等，这就是叫饥饿营销嘛，维持排队的队伍不断。这就是缺心眼儿的人就喜欢这么干，消费者应该反其道而行之，就是只要有排队的地方立马走人，这都是套路啊。有些人就缺心眼儿，一看排队他更要排1个小时2小时他都排，就为了吃到那个什么所谓的烤鸭。烤鸭是网红产品，全靠爱尝鲜的学生群体撑2-3个月，并没有复购。我接手时甚至恰好卡在新开店的3月红利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如果像我兄弟的店铺一样，正常走完前3个月红利期，再步入稳定期，营收即便回落也不至于赔钱。可我是中途接手别人的店，这才导致了亏损。生
生意冷淡下来后，小刘这边也暴露了，他和品牌方闹掰，不再继续合作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找谁拿货，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品牌方，这一联系才揭开了小刘所有的谎言。品牌方的人称小刘根本不是股东，他的店也不是直营店。根据品牌方的说法，小刘原本就有一家店，被总部用来开拓本地市场，双方既没有签订加盟合同，小刘也没交纳任何加盟费。真相大白后，我们复盘，小刘手里的位置其实都是固定的，不管来多少加盟商，都是带着看这几个，毕竟真正优质的店面已经被早一波的人抢占了。他还故意带着我们去看那些租金高的店面，拉高我们的投资预期。同时他在选址群里发自己的店铺生意火爆的视频，就是为了脱手自己的店面啊。上当受骗以后啊，才知道这是坑。很多人就这样啊，就是只有南墙是最好的老师。他上当受骗之前啊，如果就是有人告诉了这些坑，他也不会听的，他必须要亲自踩一遍。说我们分析，他在这家公司做了很多年，和品牌方一直在合作，负责帮忙选址，也会参与门店的管理，所以他很清楚产品的生命周期，会把握节奏，知道什么时候有红利，什么时候该退出，早就等着人接盘。后来我们和同行聊天发现，这不仅仅是小刘个人的套路，而是整个行业的潜规则。很多负责选址的人都会借着帮加盟商选址的名义推销自己的店，只不过我们两人没有什么创业经验，又急于求成，才不幸上当了。发现被骗后，我把小刘告上法庭。好在当初保留了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，还有我和品牌方通话的录音，可以证明小刘的身份。说所幸过程顺利，我们追回了10万，投资30万啊，追回了10万，那可以说是赔的是一塌糊涂啊。但经历这一回，我短期内不会再考虑做餐饮了，这行太辛苦，每天提前从单位下班，3、4点跑到店里，忙到10点闭店，还得打扫卫生，弄到11、2点。主业虽然没有太受影响，但精力却是透支，一到下雨天就担心没生意，平时还要操心琐事，连员工低头玩手机都会让我焦虑。要再尝试的话，千万不要选线下生意，都是在给房东打工。实际上他应该进一步想一想，所有拿钱出来做生意的，拿本金出来，那都是在赌博啊，透支自己啊。所以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啊，反正一切想让你把钱啊从银行那个定期存款拿出来，那都不是好人呐。对，这就是诈骗的第一步啊。第二个主人公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小火锅加盟店，这个更狠了啊！这个开店6个月赔30万。这个主人公说啊，我今年40岁，2025年3月加盟了某小火锅品牌，之前一直在民企上班，主业收入也就够个温饱，一直想找个副业赚点外快。这个品牌我2023年就知道了，当时去店里吃过几次，觉得味道不错，卖点是青花椒小火锅，客单价也不高，人均20-30，面向上班族和学生，很适合做平价快餐。我一直去的这家店开在商场里，只有5、6张桌子，大概是我每次都是晚上5、6点去吃，回回的做的满满当当。2025年上半年，因为公司业务调整，我被裁员了。你看看，悲剧就开始了啊！裁员不是悲剧，对吧？悲剧是他裁员之后又踩坑。他说我不想再给人打工了，于是动了创业的念头。从没做过餐饮，我根本不懂行，加上之前一直在上班，工作太忙抽不开身，也没时间去了解其他品牌，更没做过市场调研。这家店门口啊，口味不错，生意红火，菜式看起来也简单，我以为很好上手，可以尝试尝试。虽然只吃过几次，但看中了就认准这一家。这都属于这种叫一厢情愿，只看到表面的红火，没有看到背后的原因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通过门店招牌上粘贴的加盟电话，我联系上了品牌方，并加了微信。加盟前品牌方说啊，有优惠活动，让我交2000元定金。你看看，这不是第一步吗？这钓鱼是吧？先交2000定金，我交了这以后啊，就去签合同。合同是电子档的，签约时品牌方说啊，合同都是统一范本，公司规模大，不会在合同上做手脚，让我只要看看加盟费这些费用明细就行。但是我看了一下啊，一共有3部分，这个39800元的加盟费，4000元的保证金，还有每年5000元的管理
费，交了管理费，品牌方会在前期帮着拍抖音视频、设计海报、上新菜品，保证金就相当于押金。至于合同里的违约条款，我没太注意，你看看啊，连违约责任是啥都不知道，就把钱交给人家了。你把钱一交到人家账户，你就已经违约了，对吧？这钱就回不来了。但是之后啊，我就和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店，出资比例3:2。签合同时，品牌方说啊，会全程扶持，还会派专业人员过来选址。当时我看好了大学城附近店面，因为我之前在那儿工作过，知道周边有农业和工业大学，还有好几个住宅小区，客群不仅有学生还有住户。但公司派来的督导坚决否定，说到了寒暑假放假，学生就没人了，给我选了一个位置，说已经考察了好几天，中午晚上都蹲守过，周边很多餐饮店一直都有人气。那时候我还没做过餐饮，也不懂选址，又特别信任他，所以连看也没去看过就同意了。你看看啊，就拿自己的钱不当算呢，连看都不看，这就当老板了啊。2025年3月我们签完合同，4月装修了1个月，5月1日正式营业。开业时合肥区的督导来了一次，因为刚开店，他要带着我到别的店里跟着学做菜品，还怕我记不住做法，忙不过来，过来店里帮了我几天。学了过后才知道，宣传中的所谓的手做菜是从总部进货来的真空预制料包。这个所谓的督导啊，到店里帮他，实际上是怕他瞎操作砸了招牌，因为他们这个卖的是预制菜，所以更加关心，对吧？你别在这瞎卖，人家预制菜当做这个新鲜的菜来卖，对吧？当做现炒来卖，你要操作不好，让人看出破绽猫腻，那不就对吧？得不偿失了吗？所以督导很贴心的过来啊，要教会为止。这个文章说啊，所谓的做菜就是准备个空灶台，没有任何油盐酱醋，把调料包和菜包剪开，直接烫一下就能端出去给客户吃。培训的时候啊，教学的人还特意叮嘱我，剪料包的时候一定要背对着客户。我那会儿还挺疑惑，难道菜不新鲜坏掉了？其实到年底西贝因为预制菜引发热议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种剪开包装袋加热就能食用的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预制菜。你看看啊，连这个都搞不清楚，他居然搞餐饮，而且还加盟的这个预制菜。这就是叫凭运气赚的钱啊，要凭本事啊，给它赔干净。我的很多顾客来店里吃饭都反馈说口味偏重，味道不错，有的会追问我是不是预制菜，我每次都不敢说实话，生怕说了以后啊，他们再也不来了。这虽然我缄口不提，但顾客的味蕾不会骗人。开店后生意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第一个月营收33000多元，平均每天1100元，但我算过，我每天至少得卖1500元才能勉强挣100-200。那之后营收更是持续下滑，第二个月滑到2万多，后来滑到1万多，将近半年我们所有的钱都亏光了，收入很微薄，每月的房租、水电、人员工资再加上食材成本却高达几万，花钱像流水。我实在没办法，多次找品牌方反馈，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和补救措施，而督导也再没出现过。你已经上钩了，对不对？钱都已经交了，人家还管你干啥？你要再开1年还得交5000的管理费，造成亏损。除了预制菜，选址也是核心原因。督导给我的店面旁实际是一个露天楼梯，我们门面租金每月6800元，虽然比大学城的8-9千便宜不少，但门面被挡住了大半，人流量更是惨淡。5-6个月之后啊，店里一天就没几个客户，说再开下去也没有意义了，但我也找不到人接盘，这个店就只能烂在我手里了。我和合伙人跑去南京总部找到负责人，要求退还加盟费和违约金。说到预制菜，负责人狡辩说啊，他们的菜品是从中央厨房做出来的，只是半成品，要是觉得菜品违法可以去告他们。品牌方态度很强硬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无奈之下，我找到了公司老板抖音账号，给他发了求助的私信，一五一十讲述了我们从加盟到亏损关门的整个
遭遇，结果对方不仅已读不回，甚至把我的账号拉黑了，被逼至绝境。今年1月份，我拉着合伙人，带着当时签约的加盟合同，将这家公司告上了当地的仲裁委员会。我们准备好了证据，有门店制作菜品的视频，有当时选址的聊天记录，以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。目前在等待委员会的裁决结果，希望能为自己亏损讨一个公道。这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啊介绍的2例加盟，这2例对吧？这都是我们经常说的啊，失业找不到工作，完了自己想当然想当老板，想当甩手掌柜，那么餐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，因为门槛低，对吧？你交点钱你就可以投，门槛越低啊，意味着赔钱的人越多，竞争越激烈嘛，阿猫阿狗都能干，对吧？你只要有30万有20万就可以投，你知道这竞争有多激烈。所以这些加盟方，对吧？品牌方人家都不是靠餐饮赚钱，人家是靠教你做餐饮赚钱，人家赚的就是你的钱，赚的就是你那个亏损加盟费。所以我在，对吧？我记得恒大一爆雷以后，天天念叨的就是，对吧？可以骗你的人，不能骗你的钱。失业不可怕，失业之后乱来才可怕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扑腾，把身上的几个钱扑腾干净了，彻底老实了啊！坚决不投资，因为经济在下行，大家都在勒裤腰带，你投资你不是犯傻吗？我不能说所有人都不赚钱啊，也不能说所有行业都不赚钱，每个行业那就是在走下坡路，也有那么几个人是赚钱的，但是你成不了他，对吧？这种赚钱的也是叫幸存者偏差。餐饮这么残酷这么惨烈，依然有人开餐饮赚钱，但是你成不了他，对吧？你不要老盯着那1-2个赚钱的，你要看到那个1-2个赚钱的背后是，对吧？好几百人是在赔钱，就像股票一样，对吧？你看到你身边好像有个人赚钱了，你看不到身后的吧90%几人是赔钱的，你也看不到这个人呢，再过3年恐怕裤衩子都赔掉了，赚钱是暂时的。实际上啊，不光是餐饮是这样，其他行业都一样，对吧？你不要因为餐饮啊亏损多得出个结论餐饮不能干啊，其他的还是可以干的。实际上，对吧？只要让你掏本钱的都别干。三联生活周刊啊，这个2个主人公啊，一个是芯片销售想搞副业，一个是被裁员想翻身，结果都栽在餐饮加盟上。这个不是餐饮业啊一个行业不行，而是2026年啊整个的经济啊环境根本就不适合普通人投个几十万赌一把。餐饮加盟不是投资啊，而是高风险赌博，而且是必输的那一种。从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来说啊，2025年社零数据仅增长 3.7%， 比 GDP 5% 要低多了，而且4季度是负增长。2026年预计 GDP 目标下调至 4.5%， 消费继续疲软，居民预防性储蓄高企。具体的餐饮行业啊，全国餐饮门店将近1700万家，而实际需求啊，据说只要400万家，过剩是 120%。2025年餐饮业关店是400万家，这关店里面啊，加盟店占比 40%， 而且据统计啊，所有的热门品类3个月红利期一过啊，也就是能坚持3个月，3个月以后基本上是断崖式下滑。而现在人家这个品牌加盟方啊，就是品牌店，人家的这个盈利模式啊，人家逻辑啊，已经从收加盟费转向供应链溢价，就是加盟费人家现在可以收的很少或者降低，但是人家通过给你卖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啊，对吧？装修啊，人家靠这个赚钱，你赚消费者的钱，人家是赚你的钱。虚假承诺，区域加密，强制更新形象，高折扣低毛利，恶性循环。而加盟商的钱基本流向是房东，就是租金啊，还有总部品牌总部供应链溢价加管理费，还有中间人，就是那赚你差价的。你投的20万30万，最后啊大部分是别人的利润，留给自己的只有亏损。所以说在失业率高企啊，降薪普遍，消费降级的2026年，牛马韭菜最该做的不是什么投资，什么要翻身，而是要保住现金，保住主业，保住健康。接下来几年啊，不投资才是最好的投资，现金为王，静待出清。出清什么意思啊？就等着那些人破产清算。现在所有的投资啊，实际上是给餐饮倒闭添砖加瓦。如果你现在啊主营业务，对吧？你上班你有空闲时间，对吧？你想找点事干干也可以，那就是送外卖，开网约车。当然了，也可以做其他的，反正不出钱就行，对吧？你的本钱就是你的时间，对吧？你8小时之外你还有闲余时间，那你把这8小时之外的闲余时间利用起来，但是绝不出钱。要创业也可以，叫无成本创业。
业，对吧？这是对那些有工作的，但是呢，工作似乎也不饱满，还有闲暇时间还想折腾的。对那些没有工作、失业的牛马、被裁的牛马，对吧？要做的事情是先稳住阵脚，不能被裁员这第一棒子打倒了。稳住阵脚之后再想办法。你的最大优势是身体，是出卖自己时间，而不是出卖自己的资本。你没有什么资本，对吧？你那个裁员补偿金那是保命钱，也不要去投资什么股市、什么餐饮、什么创业。咱们要反直觉，就是反常识啊，就是越是好像很容易达到，对吧？很容易赚钱的，你越要多问一个为什么。既然这么容易，为什么别人没干呢？为什么别人没赚钱呢？你命好是吗？你骨骼清奇吗？对吧？你是百年不遇的人才吗？或者是你们家上辈子积德行善做的太多，结了善缘啊？这是我今天结合这个3联生活周刊咱们闲聊的2026年一定要管住手，对吧？再苦再难不投资，只投自己人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